南投的玻璃电工所为着要来带动着地方的生理，特别举办着振兴购的活动。第一届公开来抽奖，抽出10个幸运的民众，奖品是电动机车1台。我们的长官来宾呢，连续为我们抽出5组，然后我们再来邀请下一组长官来宾。第6岁见证之下，玻璃店长廖志成会同地方民意代表做伙抽出第一波玻璃振兴活动，10台抽到电动机车的民众。 消费100元就可以得到1次的抽奖机会，就有机会得到 Gogoro 的电动机车，还有2部100万的这个电动车哦。 玻璃振兴活动第一摆公开抽奖，10位幸运的民众所经过5摆抽奖，才全部抽出来。主要是因为过程当中真侪抽到的号码也未完成网络登记作业，无符合抽奖的资格。需要重抽的部分呢，主要是针对我们公所已经卖出的这个票券，在店家的一个账号里哈。那因为还没有消费者来做消费做转移的部分，所以会变成说，你一定爱用 QR code 落去扫。 你有登录有扫过，你才有抽奖的机会哦。抽奖活动用网络作业，送的抽奖券一定要扫过活动的 QR code，才有符合抽奖的资格。玻璃电工所表示，明年正月初7会举办第2摆抽奖，欢迎大家嘛会使把握上尾的机会来抽奖。嘛要提醒大家，一定要完成网络登记，才袂失去抽到大奖的机会。